點解2025年10月10號美國市場大跌？五大原因。2025年10月10號美國股市嘅大幅下跌係多重因素疊加嘅結果，主要包括政府停擺升級、消費者信心驟降、美聯儲政策分歧加劇、科技股利空集中爆發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溫。以下係結合權威新聞嘅具體分析。一、政府停擺進入第10日，永久性裁員引發系統性擔憂。美國聯邦政府自10月1日陷入停擺之後，兩黨喺臨時撥款法案上面嘅僵局持續發酵。10月10號，美國聯邦政府宣布對聯邦僱員實施大規模永久性裁員，涉及內政部、財政部、國土安全部等至少9個部門。呢一舉措施打破咗以往停擺僅臨時休假嘅慣例，被市場視為政府治理能力失效嘅信號。白宮管理同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明確表示，裁員係為應對長期財政壓力，但此舉直接衝擊咗約30萬聯邦僱員嘅生計，加劇咗消費者對經濟前景嘅恐慌。停擺仲導致關鍵經濟數據缺失，美聯儲被迫喺度缺乏就業、通脹等核心指標嘅情況下制定政策。投資者擔憂，若果停擺持續至10月28日嘅 FOMC 會議，美聯儲可能蒙眼決策，進一步放大市場波動。二、消費者信心創5個月新低，需求疲軟預期升溫。10月10號公佈嘅美國10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降至55，為5月以嚟最低水平。該數據遠低於市場預期嘅58.5，反映出民眾對就業、穩定性、通脹壓力同政府停擺嘅強烈擔憂。分項數據顯示，消費者對未來1年嘅通脹預期從3.2%升至3.5%，而對經濟前景嘅樂觀指數暴跌12%。信心下滑直接影響消費支出，佔美國 GDP 約70%嘅消費板塊面臨壓力。同日公佈嘅百事可樂同達美航空財報雖超預期，但係市場更關注其前瞻性指引。達美 CEO 警告話，若果政府停擺持續，商務旅行需求可能萎縮，呢個加劇咗對經濟軟着陸嘅懷疑。三、美聯儲政策分歧加劇，降息預期遭遇鷹派挑戰。儘管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喺10月底降息25個基點，但官員表態嘅鴿鷹分化引發拋售。10月10號，美聯儲理事邁克爾·巴爾喺明尼阿波利斯發表講話，強調通脹仍然遠高於2%目標，並警告過快降息可能引發2次通脹。佢指出，核心 PCE 通脹預計到2027年底先至能夠回歸目標，呢個同市場對年內再降息50個基點嘅預期形成鮮明對比。同日，美聯儲理事沃勒雖已支持10月降息25個基點，但反對更大幅度寬鬆，理由係勞動力市場可能反彈。呢種分歧導致 CME 美聯儲觀察工具顯示，12月累計降息50個基點嘅概率從82%降至75%。利率預期嘅搖擺直接推高美元指數至99.51，近2個月新高，加劇咗跨國公司嘅盈利壓力。四、科技股遭遇多重利空 ，AI 熱潮退潮引發拋售科技板塊成為當日重災區。納斯達克指數暴跌3.56%，創4月以嚟最大單日跌幅。甲骨文雲業務虧損近1億美元嘅消息曝光，其3170億美元嘅雲協議幾乎全依賴 OpenAI， 客戶集中度風險徹底暴露，股價單日暴跌6%。Tesla 為衝銷量推出嘅精簡版 Model Y 被解讀為需求疲軟，比盤跳水4.45%。此外，券商集體下調特定科技企業等個股嘅融資融券折算率至0，觸發槓桿資金被動平倉，疊加前期漲幅過高，標普500年內上漲20%，獲利盤集中拋售，導致科技股全線潰敗。台積電 ADR 跌超6%，英偉達、亞馬遜跌超4%，蘋果 Meta 跌超3%。五、地緣政治風險升溫，避險情緒主導市場。儘管相關區域停火協議喺10月10號生效，但係特定區域衝突嘅升級抵消咗部分積極影響。該區域一方對另一方發動咗衝突以嚟最大規模嘅無人機襲擊。209架無人機橫跨14個州，甚至波及特定工廠，為核電站提供設備，引發能源供應鏈中斷擔憂。同時，2個特定國家簽署軍事協議，部分士兵可能參與防空任務，呢個被視為對區域安全格局嘅直接挑戰。地緣風險推動資金湧入黃金同國債，現貨黃金漲超1%至4000美元每盎司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至4.034%，風險資產則全面潰敗。WTI 原油暴跌4.24%，比特幣一度失守11萬美元關口。VIX 恐慌指數飆升31%。總結，多重危機共振下嘅技術性調整，綜合嚟睇，呢次暴跌係政策失靈、數據疲軟、估值泡沫同地緣風險共同作用嘅結果。市場喺經歷咗4月以嚟嘅持續上漲之後，本身已經積累咗大量獲利盤，而政府停擺嘅黑天鵝事件成為觸發拋售嘅導火線。正如盈透證券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索斯尼克所言，
呢個體現咗政策影響，亦都暴露出具近期投資者嘅盲目樂觀情緒。未來若果兩黨仍然無法打破財政僵局，疊加美聯儲政策不確定性，美股可能延續波動格局。